因开始流汗。我足久无讲台语。你8点动啊，你一定会晓。熟悉我的时阵，我阁是小姐，啊，即摆我已经是。变查某囡仔。人讲唐山过台湾是查沙皮刀、查加刀、菜头、地头刀。今仔日我有准备100，不1支刀。来，你来。我唔敢，互你拍，甲你拍啦，所以我拍家己啦。安尼啦，谢谢，来，我知，有冇放什么啦？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龚恰恰。欢迎咱全国好朋友再度收看咱上到起一个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界好看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大家好主编彭恰恰，感谢大家欣赏。个弟个，伊还个伫个代表呢，脚也袂好势。这是安尼啦，人一生吼，注定要摔3摆啦。真的吗？有安尼讲啊？真正吗？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哇，迄回摔了真严重嘞，真严重。一摆是咧过年的时阵啦，要打春联。哎呦，透早是阮6点我起床啊，你要过年啊，来去打春联，摕迄个椅啊吼，椅啊吼小可安尼圆圆啦，碰椅安尼小可圆圆哈，搭起安尼穿梅啊。哇！即摆起来，安尼打怎内骹尾去怎骨嘞，规颗人怎欢欢安尼，砰！讲伊后脑落去。到头栽呢。因为阮兜二楼那尔，迄个管理员为楼骹撞起来，看偌大声。哇！讲者，当下迄个时间，我向我镇静起来，虽然无去戆去，但是我望我后头哭。看有淡淡无？就是讲看有流血无？无流血。加载。这个管理员真认真讲，爱甲你送病无？我免。家用。叫想讲，内家过出来2、3工，我家己感觉下要吐无？唔知有心无？结果无代志啦。所以有当时啊。有阵时会感觉家己伤勇哦，唔好提起呢，让身体保持健康，才有到服务观众朋友久长长。你讲是不是啊？当然，现场咱来介绍咱的台语文专家郑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欢喜无好该出奖。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今仔日来宾当中有一个查某囡仔，这查某囡仔我熟悉已经真久啊。几年？我想起着董明宏看到杨贵妃的时阵，苗，一笑。无人咧读一笑的啦，一笑，你读册你唔读册你，爸，梅心，好后壁有这样的了。这是迄个白记忆，中分歌来对。卡波打叉声啦，应该这句嘛唔对啦，碰哥，唔知影讲啥物，一句拢讲打卡波打叉声啦。六啦，廖公，伊这个什么庙公？哎呦，700岁呢，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公粉黛无颜色。老师我读得对无？对啊，足够。感恩。哇，这个查某囡仔水水里对的，回眸一笑。哇，头
我头笑一个，还是我笑出来。花魔一巧，还是我笑出来。会使伊看无？我甲阮才有惊到的感觉，你安尼会惊到。哎真正是无想呢这是多年以前我看到伊，雄雄伫迄优待，伊用个花魔一巧，哎呦哇！老心眼嘛混。就够真正的代志啊！就是讲这查某囡仔咧活济呢，剩的强率，什么变咧灰啦，什么大家拢倒，就是有够水的水就对了。哎但是呦，啊够水啊！时间总是会变化，哎，人总是会老化。接一句就会落会落会，嘿，我会使经过你的身躯边，先请位男士介绍我。请来，哎，少年家你好，你好请你用台语自我介绍，请了。好，大家好，我是大飞。这问题来了，名，阮的名呢通常会读文言较济。你讲大杯嘛？大杯啊，哦，当时系细杯，大杯是较大杯，还是较细杯，还是你讲杯较水？杯啦，杯啊，所以大家误解啦吼。啊，我大杯，我唔细杯，讲迄无的。老师，你应该叫做大灰灰啊，甲灰啊，甲灰，名爱读文音，是灰吗？灰啊，岳飞咩读？岳飞嘛，所以你是大灰，大灰啊，唔使大灰，大灰，大灰，大灰。你后壁有车字无？精忠报国，我有车伫车。反清复明。过来，今日来，我有一个模仿。哎呦，哎，来哦，今日我要模仿一个你接受的啦，接受，我就熟的，你接受。好啊，我来啊，哈。你来。大家好，我是许孝顺。人讲东庄过台湾是查沙皮刀、查加刀、菜刀、地头刀。今日我有准备一支刀。来，你来。我唔敢和你拍，甲你拍啦，所以我拍家己啦。安尼啦，谢谢，拜拜。我知，模仿什么人？这样苏丁枪，哎，有行啊，有行。你拄仔是学许孝顺哦，对啊，一点仔都无成。我无许孝顺走路给你看。哦，惊咯。今晚碰到我，我讲模仿，这是学我的哦。唔是啊，我模仿你的朋友啦。啊，你会知的就是安尼哦。无，我有模仿足侪人的，够像。还有萧敬腾，你知影无？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哎，我知，什么人？苏金枪，苏金枪，哦，我模仿一个人，好，好，看哦。大家好，我是哈林。哎，我知，什么人？苏金枪。模仿哈利。哦，够一个人，够一个。啊，我知，这边讲我知，好，苏金枪。无啦，哎像，这是，我是麦克。为啥？为啥即马个安尼讲话的人拢是苏金枪呢？啊，就你哋大家拢用迄个开口啊。哦，奇怪，你若无一个成诶。哎，碰到伊用这个招总，这个江湖啊，哟，对，拢无成。所以你知影我做了较无顺啦。会做。谢。来，请你用台语自我介绍者。哦，我已经开始流汗。这恐怖。足久无讲台语啊。你8点动啊，你一定会晓是的啊。无毋对啊，啊，毋过即马我咧带囡仔。你谁啊？你熟悉我的时阵，我阁是小姐，啊，即马我已经是，变查某囡仔。我已经是妈妈。虾米？对。大家好，足久无看，我是叶嘉瑜，叶嘉瑜。叶嘉怡。我从来唔捌讲我的台语名呢。叶嘉怡一斤偌济呢？叶家有，哦，有哦。叶家有啊，我从来唔捌念过我的名呢，头一届。
叶，你本名吗？毋是，是艺名。艺名。艺名恁姊也毋姓白嘛？无，迄是阮小妹俩，大家拢讲伊是阮。迄恁小妹？我大伊5岁呢。我加5岁呢。因小妹就是最近咧讲过迄白家琪有无？对，大家。迄恁小妹哦？系啊。亲小妹。亲小妹。你共爸共母的亲小妹。你加伊5岁。嘿，我加。看起来伊加你5岁。正经。好，啊最近无影响。最近哦，因为我即马嫁人了，我就开始带囡仔，啊，即马生2个等于查某囝，啊，大汉的即马7岁，啊，细汉的即马5岁。哇！嫁遮，你嫁遮久啊？我嫁陈怡峰。陈怡峰。陈怡峰。陈武峰嘛。陈武嘛。对。陈武峰哦。啊。迄是恁人哦。系啊。哦，电视台的小生嘛。对，谢谢。咱两个，我阵仔熟悉你也袂嫁人，你还佫是红红柳，还佫是查某囡仔，伊所以迄北才会走出来。你即马变咱你对得起我吗？单调啊！碰哥，啊你赶快嘛，叫老规矩嘛，啊伊电话小的啊。别来，家庭幸福美满，咱是一谢谢碰哥。是对你好无？对你好。就好诶。就好吼，这是安尼因缘天注定嘛吼，祝福你婚姻美满幸福快乐。谢谢碰哥。愈生愈济好。感谢你。来，老师。是。台语还袂考验进前，你感觉这2个台语听懂完啦？一个天，一个地安尼。哦。一个天，一个地，就是你天，你天学一遍啊！你天学一遍，你有听到？天学一遍就唔知老师你解说者。哦，天学表示你未来阁有真大的发展空间，会当好好拍拼。加油！这我听会有，听会有吼，就是讲你的未来不管台语，不管戏剧，不管各方面，拢有真侪进步的空间。对，加油！加油！好，今摆要来考验大家咱台语的程度。哦。我用华语来念题目，麻烦大家用台语解解说出来吼。这大概拢是成语啦吼。比如讲，我讲这个左邻右舍，啊，你讲啊，住伫个厝边隔壁的人。隔壁。啊，这条就袂阁出来哦。哦。这条是记得念嘛哈。好，来准备老师，那个卡了起来。哇。我说不相上下。我讲咱差不多厉害。差不多厉害，袂歹。我说不上不下。我讲唔知要顶头是要下底。不上袂使，那我就唔是安尼解说啦。我这歹讲呢。要去也要得个。不上不下。我无好嘛，无歹吗？平平的意思啦，差不多意思啦。差不多，伊是较歹的意思吧？你讲说你什么意见？是修讲话啦。啊，袂对你，哈，来，不要紧，差不多是这意思啦。来，我说上上下下。啊，两面顶悬，两面下骹。真好。来，我说上下一心。我讲大家想的拢会同款。大家想的拢会共款，对，一间公司头家信到大家想的拢共款，这个公司就会成功，对不对？对，跳，有进步空间。来，我说上下其手。我讲顶悬下骹，后背往后背。上下其手，后背往。是这意思。这我知。你讲你讲看嘛。我讲上下其手，我讲会鸟啦。会鸟。你是要讲感觉啦？哦，不是讲感觉。是啦，不是讲感觉。解水。对啦，会使真侪种的方面的解说啦。顶悬下骹，安尼伸手。嘛使较文雅小可。较文雅的。顶下也做伙来有诶无？顶悬下骹做伙来。就华裔耶，就华裔耶。好，你种解说我真欢喜来。我说上天入地。我讲天运命天注定。啊？上天入地。上天入地。哦，上天入地。飞天正地。对咩？飞天正地嘛，功夫有够厉害，就飞天正地。这个较困难啦。
班长，你一定要这个学文才会使。下文我说上行下效，上行下效，当然上行下效有什么意思？我就问你问我对不对？该水啊！哦，上行下效。哎，对。啊，你讲啥我就做啥啦。对啊，唔对啊，唔对啊。上行顶啊，代表是一个职务嘛，下骹一定是下骹手人。顶管安怎做，下骹安怎做。哦，顶管讲啥？你讲顶管对啊。安怎做，啊，我就爱安怎做。对啊，你就是你顶心，伊做了真正确，你就对你做的意思。我说上行下效。我讲碰个做了做好，我嘛爱对了做了做好。你们学了我。你我上司啊，安尼就对。哎，来，你也较简单。我说上吐下泻。我讲食歹巴肚，上简单啦。简单啦。你食歹巴肚，我即摆甲你讲是上吐下泻。哦，上吐下泻。我说上吐下泻。啊，顶管咧吐，下底咧放。袂歹，做泰哥的，都太高了。头个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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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头咧头，下骹咧老屎，头个老。会使讲食歹巴肚，吐骨老。嘿，对，了解哈。好，对你哦。我说七上八下。我讲心中劈泡菜。对了，心中劈泡菜，一般咧七上八下，咱咧形容讲，哎呦，心情咧紧张的时阵吼，所以心头劈泡就是我即菜。摆的心情，你即么想啊？足紧张。看到我吗？我足久无讲台语，我足惊吼，系啊，系啊，我足惊出错。袂啦。你唔敢看你啊？行啊。因为迄个花苗一笑百里啊，算，是当一个花苗。来，好来，对你哦。我说上去不接下去。我讲，水啦。安尼就是表，安尼你进步啊。哎呦，是不是？你用行动给表现出来，将解答出来。水啦，过一摆看卖好不？较严重的。开有喏。我说上去不接下去。我讲，来哦，有这拍塔的，这不简单哦。我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讲顶管歪，下骹粗，安尼规个去了了。上梁不下骹歪，下骹粗，顶管歪，下骹粗，规个去了了。这个有一句叫上不正则下歪啦，老师是这样。对啊，时大头牵牛，时节就头板布，哎呦，那种意思安尼啦。就是顶管人做了无好势，下骹就对你做出错代志。是头牵牛好。嘿，所以你袂使讲啊，顶管歪下骹粗。哦，安尼好。我说大概有一个人的解说安尼啦。我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讲爸母头牵牛，是谁头牵猪？是谁偷看？好啦。你这嘛大汉啦，所以在看低啦。嘛是共款啦，拢袂使偷。对啦，就因遐，都袂使啊，对啦。因遐有饲牛的饲猪，因若袂来去偷看，牛全是咧偷看猪。你讲的迄句，敢是斗相共的意思呢？来哦，卡了来。我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讲我甲你比嘛够村。出难的。我讲我甲你比，虽然讲无啥，毋过我甲伊比矛盾。那我要解说，我讲啊，我就中中啊啦。中顶也袂比的，但是我比下骹能够较优秀淡薄啊。就比如你考试，你比如讲考得70几分，你比100分你比袂着，但你比无及格，你比会过嘛。哦，对。中中啊，就真简单解说。中啊，我中啊。嘿，中啊。我说一涌而上啊。大家拢来。大家拢来，真正。我说成千上万。我讲，足济人哦。差不多了，对不对？就简单了。我说赶鸭子上架。硬起哩。硬要来，你要出路，硬要杀起来头前，站起来。硬个压去，硬个压去。硬个压起头前。赶鸭子上架。
老师安尼讲有啥？会啦，咱仔马嘛爱种撩冬，哇，伊毕竟无啥物物件通去用啊，只有干遐一上架，连咧上烂的马嘛爱出战，所以叫咱仔马嘛爱种撩冬。有了解哈，你听有无啦？听有啊。我说火上加油啊！我讲哦，足烧的哦。不是，火上加油，南边人讲叫夏茶天会到。不过即摆我白讲变做兄茶天火岛，应该是碰哥讲的兄茶天火岛。下茶，听咱来去兄啥？兄茶天火岛。伊就所以碰哥会咧倒啊！讲的才对，嘿。你茶本来咧对啊。佫加强咧，兄茶天火岛。就是讲人都咧艰苦，咱佫会愈过艰苦的意思。我说火上加油啊！我讲兄茶天火豆岛，兄茶天火岛。伊若无好势，我若无欢喜，我就算你一桶汽油一支烦恼话，有无？老文聪要个摇吼，经典的台词。来，最后一条，互你好唔好？这条最简单呢。好，准备好未？解放我准备好。我说36计走不会上策。好，大家来算哦。大家进来算。赞啦！这条我有一个经验啦，这条就是较早有一个迄个动物的迄个电视台，有迄个什么虎猛有无？虎猛台语咩？虎猛。哦，很可爱。好评就够我吃们咱台湾无咧动物每种啦，物件。伊就是安尼安尼安尼啦。我去配音啦，因为伊就是吼13集等于是一个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甲迄个家族啊，咧抢地盘，家族啊啦，家族啊，就是家族啊啦。即摆若去因去找物件，迄囡仔爱顾啊，迄有一个派伫咧顾厝的对点嘛，看迄个有什么马血哦啥要来迄个，哦，哎呀，徛地安尼看。伊就一直看天顶嘛，爱保护这个安全嘛。啊，但是要配遐音偌痛苦呢，目睭看是画面，耳仔听的是英语。哇！因为你英语讲出来时，我的台语爱讲入去，但是过互我的是国语，所以我要翻做台语。是国语的。所以连原本咧都伊拢是写华语嘛，我要翻做台语，我要听英语，我要看画面，我要念台语。哇，这么用呢？伊中途一句讲啊，发生危险嘛，一定晚下36计走为上策。要是我都会厝的真烦啊，我讲啊，这真简单，一看唔熟悉，骹底我又酸咯。所以你会改变做敢若有故事性的感觉安尼。厉害！哦，赞赞赞。来，俗语讲了好。这一天，大家咧伫咧教室内底等待老师即摆上课进前咧，大辉甲阿婉所雄雄来冤家，搁差一点仔要起骹动手。哎呦，这是什么状况呢？互咱继续来甲看落去。阿婉哦，阿婉，哎，哦，足奇怪，你袂使安尼啦。安怎？你真正是袂，你真正袂使安尼。你想转啦，卖冤家啦。哦，真好，你个组织一件好无？好，卖完啦。你卖冤家啦。好，安尼啦。哦，那是你唔知啦，我甲恁讲啦，昨天的考试啊，哎，昨天的考试，早昨的考试啦，阿婉，阿兔，阿婉，2、3、4，伊要甲我考的啦，阿万是我的名，你的名啦，你至于要阿婉阿兔，你安那你讲？阿婉，阿兔，卖个 Q 啊，卖个 Q 啊，阿婉讲伊要甲我 cover，结果咧，哎，好啦，结果咧，无。哦，恁做标吼，唔通安尼啦，恁学白来学。哎，等下，考试就爱靠家己，那是做票哦。我要甲老师讲。对，我老师，唔是，过分啊！但我无嘛，无啦，但我就甲恁讲，我就无做病嘛。因为阿婉讲好哦，我给他一个sign in 啦，伊就甲我 cover，一个 sign 啦，吼，你听下无？塞印呐，啊，伊就会甲我 cover，什么？结果啥物拢无啊，
等下搞我惨。赛，就你讲的是什么赛？就是赛就是我伫写考卷考卷的时阵，可梗啦，考卷的时阵啊，我就被伊直安尼。哦，啊来咧，啊来后晚就会给我看伊的。好，就是你。我昨咧考试的时阵，我就想讲是啥物人咧？你哭啥？哦，你敢无搁来学校安尼甲阮传染？原来就是你哦。唔是无礼啦，貌咧，唔是你啊，伊是假啦，伊唔是真正的酷酷我是假的酷酷扫啦，唔是真的啦。刷下来我看伊拢无甲我吵，我就安尼只，安尼我就改蛋。就是你啊！哎呦，我就想讲，到底是啥你我卡这票一直带你带，你啥我对住你安尼改蛋落啊？对我创啥？好啦，刚刚你莫生气啦，气死伊啊！毋是故意的啊，因为你个表伤大啦。对，故意啦。卖冤家，好好讲啦。是无？你逐个听我讲嘛。听你讲咧，对无？你讲啊，你讲你讲，让我你讲，让我你讲好清楚哦，我讲。听我讲，吵死啊！代志是安尼啦哦，因为我家己袂晓写嘛，对不？我若家己袂晓写，我搁互你唔对的答案，啊，你毋是甲你害着吗？所以我较无传答案互你嘛。你袂晓写，袂晓啊，你袂晓？不要袂晓啦，无读册啦，我都无读册，袂晓啊。好啊，你讲嘛有道理啊。你家己当啊，伊就讲袂晓，伊若是甲你害着要安怎？好啦，莫计较啦，莫计较。对啊，莫甲伊计较啦，真正莫计较嘛。算落去对啊。你就是吵闹，然后你吵我困中觉。老师啊，来，因为考试纸大家分的哈。好。小吴，要。你袂记家己的名。你嫁人过来读册。进修啦，对啊，进修部的啦。 70谢秋谢老师。 70秋袂歹，你是拢食迄巧克力啊？ Lucky Seven。好。搞呢？这个小兴啊，哎，老师，哎，真勉强哦。没啊68啦， 600啦，一路发啦。发你咧会68勉强及格哎，呢。有啦，袂歹啦。后回看到佫进步无？好唔好？好，谢谢老师。迄个啱来。哦，是。哎。中啊，我是感觉你头壳遐大粒，唔是？哎，头壳应该袂歹，你应该唔会使考75分嘛。嘛是袂歹啦，有进步的空间啦。家己个，哎，主任嘛，哎，你袂歹，你袂歹，哇80分啊！都想要真高吼！哎，大杯你来，我你是伫咧厝拢无咧读册哦？安怎啊？有啊，我你是拢咧困哟？无啊，我有读册。你咧上课咧困，转去咧困，你是顶世人困无够，这世人困来斗哟。对，会欠吼。夭寿啊！你考这敢袂效果一下？几分啊，老师？几分？哦，有进步啊！8分，是安尼考8分，你甲我讲。就搞啊？无啦，我讲我会好好努力啊，后一摆会考好。我问你后一摆我就分了，你顶一摆考9分，啊，我这摆考8分，退步啊！真正是8分。卖就大我敲电话你老爸话。卖啦。我讲80万唔落，哦，欺骗恁老爸，甲认真的好唔好？好。好啦，哟，啊我呐，应该差不多。对啊，对，无读册啊。我靠哦，伊拢袂老师讲伊无读哎，册，是零分啊。两伊讲伊多都零诶。伫困差。不多。大家我甲你讲，恁爱甲阿婉啊多多学习，啊？真正无简单。来，全班上悬分98分，尤其是大杯啊，你也较认真的，伊足加你90分。你搞我骗哦！
哪怎么给你骗我运气好啦？你运气好，哎你是话好，哎真好，你足过分的哦。哎啊，讲是朋友啦，拄则讲你袂晓，你要读册，哦，结果咧，结果咧，结果嘞，我讲这个结果。哦，对对，这是咧玩啥哈？不，你这摆向往气干这摆是哪？啊？我就是。你向人安尼看人98分，啊，你8分你气干，你这根本就是羊仔见青好。搁第二句俗语，请了。大杯，你来咧。哎呦，你等下拢咧做代志对不对？恁兜的煮饭拢爱你煮，碗拢爱你洗，你这可怜的。哪知老师？你搁可以上班，你无时间通好读册，对不对？所以你考8分。我退步啊！要时前来考8分，你甲我讲。我就有人甲我考无啊？无啦，我讲我后一摆会努力啦。后一摆我问你后一摆，佮后摆呢你就退下啊！我甲你讲。Hello， 阿婉啊，你来，我来啊，差不多啊，这差不多啊。我真正你较徛好，嘿，全班上高分98分。大杯啊，伊加你90分啊！你搞我骗？无啦，无，是不是给你骗我运气好啦？你运气好，运气有真好，你考这悬，拄则甲我讲你无读册，啊，即马咧，结果你98，结果你真正是。好，我你无来无去，你考8分人气甲呢？你即马是安那？你这真正是杨国民快饼，听无啊？拍破去！来，拄则迄个声明，咱听了2句俗语：羊仔见青好，第一句嘛吼，第二句叫做杨国民快饼。这啥物啥有？但这个情形，讲什么伊要甲卡无，无甲卡无，来，要这第一句叫做，伊用个生气起来，个羊仔见青好，举手，羊仔见青好，弃票。大杯你来这边，你来，恁两个，恁4个跟羊仔见青好，是像啥意思？羊仔见青，因为见青，羊仔就是拢食草的嘛。啊对。啊，食草伊就看到青，安尼我就欢喜的。哦，唔是哦，饭会当食。我安尼我读唔掉，我当羊仔见青啊。那是见青，因为见青啊，看到要食物件。好，恁这边要一定是杨国民快饼，杨国民快饼，你的见解是？因为伊中间有一个字叫做面，你看面快面，有无？就是我变面啊，你是面来变面足紧的。我来听我随在你哈，你是这意思吗？嘿，我就是感觉伊的面足紧的，伊雄雄煞生气起来安尼。哦，嘿，拄则就好好啊，啊就雄雄，哎呦，闭面安尼。哦。老师，第一句是羊仔见青好吼，他有注音讲的，就是讲羊仔看到迄规大片的草啊吼，足欢喜，就紧去食。哦。啊，拢无考虑讲边仔敢有别种野兽，还是讲这草敢有喷农药，啊，甲看着食，加算看着眼前的利益，拢无考虑效果啦。就像咱讲的，目睭看着果，啊，进去要共恶起来食时，结果骹已经打着火啊。哦。所以做代志拢较无考虑详细啦，像讲有的少年家咧拍一粒嘛是安尼。羊仔见青好，就看到这姑娘袂歹，一直安尼，拢无考虑效果，所以讲水歹无比止，假意较惨死。哦，所以这羊仔见青好，就是讲无考虑效果。啊，若杨国民快饼吼，杨国民就是讲迄细只羊仔的皮，咱甲用来做迄个衫吼，啊，因为较轻，所以小可饼一个，伊就随饼面安尼。所以杨国民快饼就亲像春天后母面安尼啦。啊，念伊好天，啊念伊落雨，啊猪大面哦，画饼着饼。因两个本来是好朋友，结果一个8分，一个98分哦，两个就起配面咧冤家啦。所以本来做好诶，即摆为着考一个变面，
这应该答案应该是杨国民哦，快变。哦哟，这个意思啊，你就这意思嘛？对啊对啊，我知啊。送你3字哈，来佚佗，来拍拍过来者。吟诗作文真出力，这首阿仔，那差不多50岁以上的，应该拢印象真深啦吼。这最简单的啊，小云啊，你一定会晓，你念一遍啦。阿仔阿仔，天顶拔落来，拔一个真厉害，真厉害。有目睭无目眉，有喙手无下海，有巴肚无肚财。你讲奇怪无奇怪，真奇怪，真奇怪。有简单无？这首是较早阮做囡仔时阵啦，天顶什么摔一个有喙齿的无下海，而且是拔一个，这个拢同款意思啦。老师这做简单啊嘛，对不对？好，来，今仔日好上简单的，咱用上麻烦的来处理。板凳出来，我拿出来。加油！哦，板凳，就缘投的板凳。赞！恁两个用迄 rap 的感觉，rap，今仔最后的用这个新的方式。互观众表现一个新的、完全无共款的感受。好，音乐请了，老师走了。Yo yo yo，阿仔 in the house， 阿仔 in the house，chicken go， yeah，阿仔，天顶爆落来，完全真厉害，真厉害。有目睭无目眉，有喙手无下海，有巴肚无肚财。你讲奇怪无奇怪，真奇怪，真奇怪。有巴肚啦，无肚财嘞，有巴肚无肚财，今天有出奇怪无出奇，你讲奇怪无奇怪，奇怪无奇怪，奇怪无奇怪，你讲奇怪我无奇怪，阿仔，奇怪无奇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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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真厉害，不管你偌厉害咧，后回继续收看，这个画山画水的画玲珑啊！大家好，我是大辉。今日呢是讲吼，把我的毕生所学拢讲出来啊！足欢喜会当学足济台语，所以我决定要常常来就会使学足济台语，哈哈，赞！Hello， 大家好，我是叶嘉如。我今日来这真正足欢喜的，讲足侪台语。我平常时已经足久无讲台语啊，嘛看到足久无看到的碰过。希望大家会当跟我做阵来欢喜，拜拜。